一個啦環山跑嘅活動俾大家噶，咁請嚟兩位嘉賓啊，咁分別咧就係澳門心理學會理事長李星恒先生，咁另一位啦就係澳門心理學會副理事長鄭健庭先生，兩位好啊，早晨。早晨。嗱，啱啱講到咧呢個環山跑活動啦，其實點解同心理會有關係咧？我哋先介紹一個活動係點樣先咧？好啊，咁首先我介紹一下呢個活動係點樣舉辦或者咩形式舉辦先啦。咁其實我係為咗鼓勵啦市民將運動融入到生活入邊，亦都加強翻我哋對自己心理健康嘅一個重要性嘅認識啦。所以今次咧舉辦咗呢個為呢個 One for Mental Health 嘅環山跑嘅活動嘅。咁其實我哋今次嘅地點啦，選擇咗喺松山嘅跑步徑啦。咁亦都揾咗啲跑團啦，培根體育會作為協辦方，亦都有揾到健康澳門藍圖以及天晴青年綜合服務中心去提供咗一啲健康嘅一啲資訊俾我哋嘅。咁佢嘅形式啦，其實正正就係將一個環山跑嘅形式去鼓勵市民將運動踏到生活入邊嘅。嗱，啱啱講到啦，體育啦嘛，同呢個心理質素咧，可以連上一個關係。咁我哋講下，其實點解會話運動可以減輕一啲壓力同埋焦慮咁樣咧？咁我哋而家今年都好叫做全運會啦，係咪？即係鼓勵大家全民運動。咁其實運動同心理健康中間嘅關係係好密切嘅。即係運動點解可能會可以幫助我哋叫做減輕壓力咧？其中一樣嘢就係運動嘅時候，我哋會釋放腦內一個叫做腦內啡嚇。即係而家我哋所謂有咩快樂荷爾蒙有幾種㗎嘛嚇？咩血清素啊、多巴胺啊、正腎上腺素、腦內啡。咁其實你做一啲運動嘅時候，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個釋放你嗰個腦內啡啊。跟住做耐咗咧，哇！你有時候又會釋放埋嗰啲血清素啊、多巴胺咁樣。咁你做，所以你就好似一做完運動，有啲人覺得哇，即刻成個人爽晒啊咁樣咯。嗱，咁譬如話啦，會改善心情啦，運動咁一啲規律性嘅運動可以咧點樣改善心理層面咁樣咧？係嗱，除咗頭先我咁講，可能係咪最做運動就單純淨係令到你個人好似開心啲咧？其實唔止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就話有啲人你其實做運動我要好似有啲人以為你咪即係咩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其實而家已經唔係咁講。你越做運動，反而你會越聰明。係啊，因為你運動嘅時候，其實你促進成個嘅血液循環之餘，你其實認知功能都係會有提升嚇。咁同埋好多時候其實你做到運動多咧，反而你夜晚反而會瞓得越好嚇。咁而家我哋現代人反而係少做運動，有時候咧你淨係齋喺電腦度打，其實夜晚反而有啲時候好似諗好多嘢失眠。但係如果你花啲時間做翻啲運動咧，你反而你嗰晚咧好似真係消耗咗能量，反而仲瞓得好咗咯。好似小朋友咁係咪啊？可以咧放完電翻嚟咧就會瞓得更加好啦。嗱，啱啱講到啦，運動其實運動有好多種啦，有提到我哋嘅環山跑啦，亦都有好多嘅團體嘅一啲嘅運動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嘅分別係點樣嘅咧？譬如話自己一個人運動同團體嘅運動，佢哋嘅分別係有啲咩咧？嗱，咁其實頭先我咁講，你可能自己有啲人好中意譬如我自己一個戴住個 headphone 就自己跑，咁嗰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享受。有啲時候比較啲 I 人啲啊嘛，咁但係團體佢有一個好處咧，就係話頭先我咁講，仲有一啲快樂荷爾蒙咧叫做催產素，我唔係講緊生 BB，係講緊有啲好似叫做大家行埋一齊嘅時候，就有一種覺得我哋係好朋友啊，咁然後嗰個互相嘅社交嘅過程當中，會令到我哋呢個人嗰種孤獨嘅感覺都會少咗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環山嘅活動環山跑活動，除咗一般之外咧，亦都仲會有親子嘅環節，咁就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咁樣團體嘅氛圍嚟創造得到，令大家更關注心理健康之餘，亦都可以一齊活動嘅時間。除咗自己一個人啦，可以俾自己靜落嚟啦，亦都可以啦，增加呢啲嘅親子關係啦。咁甚至有時候我哋話遇到啲煩惱，有一班人一齊運動嘅話，都可以傾訴一下咁樣。咁我知道咧，譬如話當中咧，其實都可以建立佢嘅自信心，係咪㗎？係啊，因為運動我覺得好重要一件事就係話，你可能原本你假設你唔識嗰樣嘢，咁但係當你開始去做嘅時候，你開頭可能會經歷到挫折，但係到最後你成功咗嘅時候，其實你可以俾到一個好清晰嘅 feedback 俾自己，就話原來我做得到。即係我小朋友嘅時候學跳繩，一開頭唔識㗎嘛，咁但係佢話我唔要學咧，咁但係你教佢，佢又學識咗嘅時候，其實嗰個自信心就會喺呢啲咁嘅過程當中慢慢去建立出嚟咯。建立咗自信心啦，咁佢哋嘅心情就自然好啦。嗱，啱啱講到有啲朋友係啦唔識㗎嘛，而且咧冇一個規律嘅運動啦，好似我哋咁啦，可能久唔久會去一次運動，但係未有話每日培養一個運動嘅習慣咁樣。咁對於一啲啦，譬如話佢哋唔係成日做運動嘅朋友，我哋可以
點樣咧去鼓勵佢參加今次嘅比賽咧？又或者鼓勵佢哋做一個規律嘅運動咁樣咧？所以咧，我哋今次亦都唔打算將佢變成一個比賽，係啦，因為我哋知道，喂，有時候哇，我唔識跑步喎，所以我哋就用一個叫做好輕量化啦嚇，話你親自做其實追得你就係松山一圈，亦都唔會限時間。就真係純粹俾你去體驗得到，原來我係可以稍為喐起上嚟咯咁所以其實盡量其實要設定一個你達得到嘅目標嚟到作為開始運動呢件事係好重要。假設如果你覺得你叫我跑一個圈松山唔得嘅喎，唔緊要啊，咁你咪買半個圈即係我哋點樣 set 一個比較係自己覺得 OK 嘅，亦都揀一個你可能比較中意啲嘅運動咯。即係有啲人跑步又曬又成，咁唔緊要，你室內玩下壁球或者游下水。即係你揀一啲其實你自己本身亦都比較中意嘅活動。咁最近有一個名詞叫做微運動，咁係咪就係咁樣慢慢少少加落去咁？係啊，或者你又可以咁講，轉一個比較有趣啲嘅添，就運動零食係嘛？即係其實好似食少少零食咁，你可能做個10分鐘其實你可能都已經達到喺研究裏邊已經發覺，你其實都可以達到咗一個無論係身體層面嘅變好咗，或者其實你心情都會變好咗嘅一個過程。好啊！嗱，啱啱講到啦，今次嘅環山跑活動咧，其實咧有分個人組啦，有親子組啦咁樣。咁我講下，譬如話，我哋點解話會有親子組？譬如除咗話增加咧佢哋嘅親子關係啊，咁其實咧係咪話培養啦心理健康，又或者係體育咧由細培養起啊，定係點樣咧？係，其實都今次咧特別設立咗2個組別啦。咁當然會有啲距離上或者圈數上面嘅分別啦。咁其次之外，正如啱啱提到啦，其實運動可以一個人做之餘，亦都可以一齊做，親子一齊做嘅喎。其實呢件事對我嚟講都好重要嘅。當然啦，一個人有一個人嘅快樂，但係無論你同屋企人朋友一齊去做運動嘅時候，其實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喎。所以今次啦，除咗挑戰組係叫跑2圈松山之外咧，亦都有設立咗一個叫體驗組，咁都歡迎啦家長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睇下，一齊去行下呢一個松山徑嘅。因為都特別啱啱講到就係，我都冇設立一個時限啦，我哋個時限都非常之寬鬆嘅，所以亦都可以沿途慢慢行下跑下，慢慢去完成去感受呢個賽事都得嘅。志在參與咁樣。有冇話小朋友啦個年齡係點樣咧？其實只要6歲以上就得㗎啦。咁有一位18歲以上嘅家長啦，去帶住佢咁就 OK 㗎啦。咁同埋咧，我想問下，譬如話今次咧，我哋嘅主題啦就係跑出好心情啦。咁顧名思義就係同心理有關係啦。咁當中有冇啲咩嘅體驗喺呢一個活動當中嘅咧？係我哋喺呢個活動嘅集合點啦，亦都放置咗好多唔同一啲關於精神健康嘅一啲展板或者易拉架嘅。咁當中可能有包括一啲點樣調整自己情緒啊，或者舒緩壓力嘅一啲技巧嘅。咁其次咧，我哋今次都引入咗一啲叫正念熱身或者叫五感熱身喺入邊嘅。咁我哋會去嘗試教下大家，點解喺跑嘅過程入邊去嘗試活用自己嘅五感，去將自己嘅感覺回到當下。例如你不如可以聽下，你聽到啲咩聲啊？係聽到啲雀仔聲、蟬聲定係人聲啊？又或者都可以聞下，原來朝早嘅松山，嗰陣味係一種天然嘅味啊，係一種咩味啦？其實都會有助將我哋嘅精注意力啦，翻返去自己身上嘅。咁其次，其實跑步都係一件可能有啲辛苦嘅事嘅喎。當你覺得跑得好攰啊，好攰啊，你點樣回應自己呢種感受，或者接納自己呢種感受，去繼續完成自己想完成嘅嘢，所以都會係我哋今次環山跑嘅一個特色啦。同埋咧好多時候運動啦，就係點樣去呢個挑戰自己嘅一個嘅限度咁樣啦，又或者係咧點樣去面對自己嘅一個唔完美啦咁樣，我都係喺今次嘅活動當中啦係體驗到嘅。嗱，咁我知道咧係完成晒成個活動之後，其實有紀念品嘅，因為唔係一個比賽啊嘛，啱啱講到，只不過係一個活動啊嘛。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點樣嘅咧？其實我哋都為每一位啦，我哋叫為心理健康而跑嘅參加者啦，準備咗一份冰袖啦，以及毛巾嘅。咁然之後都啱啱完成咗，如果所需要嘅組別嘅距離之後咧，我亦都有整咗一個非常之精美嘅一個紀念嘅一個獎牌俾佢咁嘅。咁好啦，我哋有得翻少少時間啦，咁不如講下啦，其實咧今次嘅活動啦係點樣參與？有冇啲咩小 tips 俾大家係可以特別要注意一下或者建議一下咁樣嘅？好啊。咁因為其實報名就已經開始咗啦，咁所以如果已經獲得咗報名確認嘅名額確認嘅參加者啦，咁記得喺
指定嘅時間去到我哋嘅會址去領取一個號碼布啦，亦都簽署翻個健康聲明，同埋都可以退回個保證金。因為我哋今次有一個好好嘅地方，我哋費用係全免嘅，因為都得到咗澳門基金會嘅贊助啦。咁其次，我哋活動當日咧，我哋會8點鐘就開放一個報道㗎啦。咁由於我哋冇一個記密嘅一個服務啦，咁所以都避免去帶一啲太過貴重嘅物品，咁採用一個自助存放嘅一個咁嘅方式嘅。咁最後啦，當然最緊要嘅就係準備好一個照顧自己嘅心情，同時亦都為自己嘅身體啦，可能做少熱定身啊，跑2步、跳2步，咁樣去參加今次嘅環山跑嘅活動。最緊要咧就係一個好嘅心情啦，咁樣。咁我哋咧最後講多次啊，我哋究竟係可以喺邊度報名啦？咁樣咧，截止日期係幾時先？因為大家都話，會唔會報到最後一刻突然間上咗？你把握呢個時間，可唔可以講下截止時間係幾時？我哋10月18號啦，係環山跑嘅日子啦。我哋截止嘅日期應該係10月11。係10月10號。咁樣啦，時間啦，咁啊去到10月嘅10號咁樣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把握今次嘅機會啦，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啦，可以等自己咧係改善一下自己嘅情緒啦，了解一下自己嘅心情啦，都唔錯噶。咁今日咧多謝晒兩位上到嚟分享。